天水圍天恩邨一對患有精神病嘅母子，被指13年前申請公屋嘅時候冇如實申報資產，房屋署要收返個公屋單位，兩人之後墮樓身亡。行政長官李家超禮拜二回應事件，當然啦，我係好難過嘅。我亦都思考過呢個問題。第一，政策同埋執行方面，首先對於一啲違規嘅公屋嘅住戶，政策上係咪應該收回佢哋嘅單位？第二，喺執行呢個政策上，我哋有冇更加優化嘅空間？我係好相信沒有最好，只有更好，所以一定有優化空間。喺制度方面點樣做到情理兼備？我哋對一啲特別個案點樣可以喺程序上面更加人性化、情理兼備，考慮到個別嘅個案嘅特質而處理佢呢？呢個呢，房屋署係應該考慮嘅。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會喺禮拜三發表。呢次施政報告沿用綠色嘅封面，以深化改革、心繫民生、發揮優勢同創未來為題。李家超話：咁樣係反映政府一向重視民生，會通過改革用好香港優勢，推動經濟發展。我哋特區政府嘅政策。